来关心南部灾情，丹那市风台东上台南徛过厝顶后呢，风呢拢靠歹去。依照市政府统计，全台南市厝顶歹去有10000多户，目前有4000多竟是铺设这个篷布。华视新闻团队到灾区伫空中翕的画面，看到这篷布厝顶真正是有够凄惨。真个厝顶等人修理，验管的找无师傅，找无工人，有工班协助这个到修理厝顶时，因为无设置煞跋倒摔着伤，头壳天12针，灾区真侪厝拢无人修理，即马风台要过来啊！有灾民规气就将厝内所有家具甲家电，拢用大型塑胶袋甲包起来。台南7股的西条里受到丹那斯风台的影响，看空气画面，现场拢是布篷的厝顶。有深色的、浅色的，佮有灰调的，一块一块布篷盖伫咧厝顶，佮用石头底条。虽然是奇景，毋过嘛呈现灾后的情形。这个西寮里是一个外海渔村，大部分拢是砖仔厝。即个受到风台的影响，有2/3的住户厝顶拢互车甲掀起来。有真侪到即马也佮无法度修理，因为根本就请无工人。叫人敢无当叫啊啦，对啦，爱排真长啦。大家拢是受灾户啦。要修理的厝伤济，地属灾区是严重欠工。若工人来施工，嘛有袂少风险。伫咧厝顶是真细致，因为灾后受损的砖仔厝厝遐拢真脆弱。几工前伫咧7股的顶山里，有一个资深的工班伫咧协助灾民修理厝顶的时，就摔落着伤。迄个老旧的吼。住户人会要用卖会用，因为爱顾着阮做工的生意。头壳天12针，当咧住院治疗。即个丹那斯风台，台南市府统计，厝顶受损的有10597间，有4487间已经铺布篷，也佮有6110间等咧处理。不过，各爱面对微拍风台可能会来，有灾民就咧烦恼，布篷的厝顶可能无法度冻大雨。我就是很担心，因为他每次下雨我就担心啦，所以都盖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是我的书啦，对，这边书籍，然后那边是我的材料。规气甲所有家具甲物件拢用大块塑胶袋甲包起来。即马敢若希望受损的厝会当赶紧有工人来到修理，若无只要有风雨，灾民拢烦恼甲袂食袂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